正道题目是歌古十字架，恳请曾牧师。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就近你的圣殿，愿敬拜你，属伫你的拯救，得到你的疼痛，受请成做你的囝儿，这是阮一生至大的福分。每一个圣主日，阮来到你的圣殿，我用敬虔的心对你求讨，属天的恩惠，生命真理的道，改变阮的人生。摇花你赏赐耶稣做基督，互阮成做基督徒。伊将十字架的活命赏赐互阮，也差遣阮成做十字架的学生。阮伫你的面前要思想你所赏赐阮即种的使命。阮恳求上帝，即间教会成做一间高举上帝你救恩就是高举十字架的教会。我嘛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的囡仔，互因成做一个高举阮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做真正的基督徒。主求你，互阮因为高举你的十字架，你的大权能就成做阮的荣耀。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求上帝你的圣神讲出阮听，进入阮心内的话。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位分享，也要提醒遐弟姊妹，今仔日圣经才爱甲背起来，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伫伊一生中间讲真多的道。成做历代基督徒教会的根基，总是这句话是耶稣所讲的内底上重要的一句话。伊讲，既然有人要做我的学生，用较浅白的话，就是讲，若要做真实的基督徒，兄弟姊妹，恁愿意叫做真正基督徒吗？这个时代有的人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现到嘛挂基督十字架。有时挂一支足大支的十字架，然后手指挂一个乌骨头，死人骨头，好看就好。兄弟姊妹，你爱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吗？互耶稣的十字架真正刻掉伫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耶稣讲，既然有人爱做我的学生，就爱看无家己。原文的意思讲，否定家己，否认自己。意思就是将家己的主张放伫一边，互对天地来上帝的主张，叫做我的主张。也是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本来出世，人就有自然有迄种毋免教的主张。细汉囡仔嘛有主张，莫讲人啊，连狗仔嘛有主张。你若试过你的宠物，你所爱，因为因真正的本能。但是人的宝贝就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互人的生命脱胎换骨，互人的生命因为真理来改变，互人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来改变。伊讲看无家己，日日夜伊的十字架，意思就是，伫你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你拢意识到，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日日嘅十字架意思就是，我每一日拢活伫十字架的道理的内底。这个世间人追求荣华富贵，所以感觉十字架是一个愚妄、好笑、笑话。但是对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改变的人，保罗讲：我独只有讲耶稣甲伊的十字架。十字架对有的人来讲就是牺牲，但是真正认捌十字架的人，十字架是权能。所以咱的信仰的前辈马该，伊讲 No cross, no crown， 若无十字架，就无生命的免流。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对咱每一个人讲话，
特别对所有在座的青年，恁要因为耶稣基督所恁显明的十字架人生，恁的生命要有真奇妙的生命。恁父母给你十字架，唔是来做装饰品。恁的父母给你十字架，是一种的真理的信仰。这个十字架要成做你的使命，要成做你的责任，要成做你的呼召，嘛要成做你一生生命的本性。求主对咱讲话，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高举十字架的教会。十字架是基督徒真要紧追求的真理，有真深真深的信息伫个内底。但是今仔日我原本我的题目是叫做我的十字架，别人的十字架袂主动变做你的十字架，你的阿公、你的阿嬷的十字架嘛袂主动变做你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爱你对心来讲，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主你所享受我的生命，对前捌你迄个时刻开始，人生就成做一支十字架的道路。愿主对咱讲话，因为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命令。伊讲：你要做基督徒，不爱做基督徒，拢不要紧。但是你若要对我，兄弟姊妹，唔是干那听。咱爱斟酌去想这段经文，伊原本真正对你的意思。所以我特别用迄个我的十字架，因为耶稣讲背你的十字架意思，咱爱个听做讲，我爱背我的十字架。兄弟姊妹，咱的主耶稣敢有将一支十字架交予你？你敢有将你的人生当作一支行十字架道路，一生无怨无悔的一种的军队？愿主耶稣用伊灵敏、稳定的声音来邀请你。愿咱在座无一个人例外，咱拢对心中享受，互主邀请迄种的快乐。有的人听就真紧，就感动。但是有的人听一世人，无一定欢喜举这十字架，因为有的基督徒误会十字架只有牺牲，兄弟姊妹唔是，十字架就是活命本身。愿主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内底，这句话是咱真做真正的基督徒一支锁匙。兄弟姊妹唔通袂记得。今仔日个礼拜了后，恁一定爱背，搁再背，不但背，恁爱知影有3项的功课。第一就是看无家己，意思就是互耶稣的主张，叫做我的主张。学生都爱听老师的话。咱伫咱的人生中间，常常用家己的主张做绝对。咱平常伫这堂教会内底，咱因为无共款的代志，咱嘛拢有无共款的主张。牧师敢有权利甲你讲，你袂使安尼主张？牧师从来毋捌甲咱讲，特别是有关社会的代志、有关政治的代志、有关一般的代志。但是咱的教会，因为人无共款，你的立场、你的思想、你的需要、你的感情，所以你有无共款的主张。不要紧，这是因为咱对世间的看法的主张。但是有一项代志。咱要有共一种的主张，就是耶稣是我的主。愿主听咱的话，互咱成做真实的基督徒，互咱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到一生的落尾，你举这个十字架愈来愈欢喜。因为当你欢喜伫主的面前接受伊的邀请的时，主耶稣将一支小小的十字架放伫你的手中。伊开始有稳定，伊开始有奇妙，伊开始有能力甲权柄。慢慢你会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互我更较大支的十字架。主，你互我真正的十字架，是叫我肩胛头，亲像咱的教会捌一届做乡长，叫做以利亚敬，恁会记吗？以利亚敬什么意思？恁个互相看卖，Eliakim
，El 就是上帝的名，耶和华 ，Kim 就是上帝高举。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高举，上帝甲我抹油，上帝甲我设立。当主耶稣用伊受定的手放伫咱的身上，这嘛就是以利亚钦、以利亚敬。伊的意思，主讲我予你的锁匙，你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当开。这就是主耶稣所交代，也是一个真正的意思。愿咱伫今仔日，咱甲主讲阿门。咱甲主耶稣讲，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搁较认真，成做真实的基督徒。在座的青年，牧师甲恁讲一句话：你们很棒。在座的妈妈、爸爸，我知影恁有时看到恁的囡仔伫这段时间半暝做到半暝，天光天就光就起来咧做工课。你讲我的囡仔过去咧写功课都毋捌遮认真，咧做教会的道具，咧做教会的工课，拢毋免人勉强，恁免甲烦恼。这是一个祝福的开始，因为你的囡仔开始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学习来背十字架。上帝祝福你们，这是恁人生的一个开始那点。拄开始，恁对耶稣物价的道理并无介了解。咱的教会办夏令营，毋是好耍就好。不是说咱的隔壁厝边的囡仔来甲咱安尼打水球爽爽的快快乐乐安尼过就好，毋是。咱无要勉强咱的厝边的囡仔成做基督徒，但是咱期待这的囡仔有一日，因对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来领受对天顶的祝福。教会毋免勉强来做基督徒。因为教会不是俱乐部，但是教会是一个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对咱的活命内底有耶稣基督的祝福，咱嘛毋忘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囡仔，咱的厝边，因拢甲咱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耶稣讲，咱日日也是物价，伊的意思就是恁伫每一日的中间，拢学习做十字架的学生。日日嘅是物嘅意思就是，你对醒起来迄个时刻开始，你就意识到，今仔日我要为耶稣来活。对你醒起来迄个一个时刻，你就意识到，我的生活应该就是十字架的主张。我的讲话，我的趁钱，所有一切，拢甲十字架有关系。所以日日嘅十字架意思就是。我若咧困，嘛是基督徒。我醒起来，应该意识到，我的生活是要有基督的样式。兄弟姊妹，用谦卑敬虔的心去想，日日做基督徒真正意思。你要改变恁真侪主张。牧师毋免甲恁讲个足具体。如果你若敬虔伫做面前。安尼祈祷的事，恁对真侪代志的主张绝对袂凊彩，恁嘛袂做迄种世俗化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甲咱撒较地地，因为这段的经文是命令。耶稣讲一摆，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人，当然马可无听到，因为马可迄个时阵毋是12个使徒。但是马可对彼得听到，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学生，所以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的福音书，拢有写到这段话。而且这段话的头前甲这段话的后壁，恁爱做为读，因为今仔日迄毋是牧师的主题，但是牧师要请恁，倒去了后，甲这三句的经文对头到尾，拢读一摆。三段的圣经记载，只有路加有空日日也十字架，其他马太、马可无日日这两字，但是意思拢同款。
虽然马太听到，伊真重视，就是看无家己也是一件军队。马可、彼得伊嘛是安尼听到，但是这个路加这个人，伊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伊去听到耶稣讲迄句每一日。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毋是礼拜日的基督徒。这段圣经咧讲就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日日咱拢敬拜上帝。求天父上帝对恁讲话，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前后有两个经文。伫咧讲这句话之前，耶稣有讲到伊要受定伫十字架顶悬。伊的学生彼得心内毋甘，伊感觉讲好人才会当歹死，所以就甲耶稣讲毋通啊。耶稣无讲好啊，你体贴我，你好，你是一个足好学生。耶稣反倒当甲伊骂，恁应该迄句话，伊讲撒旦提去，因为恁无体贴上帝的意思，恁敢若体贴人的意思。兄弟姊妹。咱今日读今仔日这个圣经，就爱读前这段话，因为日日耶十字架意思就是日日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甲伊学生讲，撒旦提去，伊的意思就是你爱用上帝的心思意念做你的意念。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开始决定要做基督徒的时，咱就无权利通主张我的主张做我的主张。对咱愿意做基督徒开始的时，咱就愿意，互耶稣的主张做咱的主张。所以圣经才甲咱讲，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啥？做心。所以耶十字架意思就是将耶稣的话摕来伫我的心内，互伊的主张成做我的主张。求天父上帝将伊的意念放伫咱的中间。这段经文第二段，伫这个耶十字架来军队我的后壁，耶稣讲一个譬如，讲一个道理。伊讲人若趁着全世界，却丧失伊的性命，有甚物利益？我相信咱真侪人拢对这段话足熟。咱嘛有一个俗语讲：少年的时阵拼命趁钱，用健康来换财宝；到年老的时阵，用财宝来换健康。你捌听过这种譬如？耶稣所讲的话，伊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生命，有甚物利益？日子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有一种新的主张。我主张就是我要用我一生来得到迄个袂当朽坏、无人会当我夺取真正的愿望，甲真正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帮助恁。互恁开始去思考讲，天父上帝，你放伫我的手中有一支什么种的十字架？咱逐个人的十字架拢无共款，有长有短。上帝所予咱的十字架嘛拢无共款，但是形状共款，价值共款，但是内容会无共款。这就是咱的一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读这段经文的时，第一，咱甲主耶稣讨讲，主耶稣，你的心做我的心，主你帮助我明白，上帝伫我的生命、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什么种的计划？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功课，就是通过圣经、通过圣神、通过基督，找到家己一生中间所要行的路、所要做的事。将你的人生甲上帝的计划合作伙的时，你的人生就是日日也十字架的人生。咱的生命要因为天国的价值来有价值。有真侪人未了解，因为伊感觉做基督徒是一种的损失。礼拜日也袂当去露营，礼拜日也袂当去佚佗。还是你哪有露营习惯的人，牧师不是要骂你，不是，就好好的享受，因为
咱本身人生中间本地，咱都有需要有休闲生活，但是那不是一个绝对跟唯一的。所以圣经讲，凡事拢通，但是无拢有利益。咱都爱到天国的价值。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决定讲，我用什么代志来换更较有价值的代志。求天父上帝，互恁知影，互恁留念。上高解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的人，就是保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讲到十字架，但是真正的新约内底咧解说十字架的道理，无几句。总共70几摆出现伫新约，但是伫保罗的批信的中间，保罗是一个毋捌听到耶稣讲道的人，但是伊却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讲了比马太、马可、路加更加清楚，有奇妙无？如果恁若愿意，恁若Google一下，然后恁伫迄个圣经的软体，恁就会当找到十字架，然后恁对圣经有关的新约的十字架中间，用一段时间甲读过，你会发现，保罗对大马色去予耶稣光照到了迄个生命开始，伊的人生全然无共款。伊讲我前看最荣华富贵、最宝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看迄个最本色。保罗有真侪话咧解说十字架，其中加勒太第2章20节，伊讲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同定是十字架顶悬，意思是我的主张嘛定伫十字架顶悬，我的主张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的主张已经停止。以前我用摇花用犹太教最绝对的，但是今仔日我才知影，原来犹太教若无有耶稣是无完全的。所以讲，我已经甲耶稣同定伫十字架。今仔日的我，已经毋是过去的我。兄弟姊妹，恁有甲即种的体会吗？过去我的习惯，过去我的情绪，过去我的危机管理，过去我对真侪代志的主张，敢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我来改变？保罗所讲的话何等的宝贝！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毋是过去的时下阿门。今仔日的我有真理，有活命，有道路，有丰盛的活命。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所以保罗讲，因为耶稣活伫我的内底。兄弟姊妹，今仔要得进前，一定要甲耶稣讲：耶稣，请你带我回家。耶稣，请你陪我。耶稣，请你陪我。注听咱的祈祷。对今仔日开始，耶稣讲：既然有人要跟对我，都爱放落家己，看无家己。伊的意思就是舍己。保罗另外伫加拉太书内底，伊讲另外一句话，伊讲十字架，互我有新的主张。因为十字架对我来讲，这个世间的价值拢袂当赢过十字架。所以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因为十字架，这个世间我已经钉伫十字架。意思就是，主耶稣将这个荣耀、将这个使命赏赐给我。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来到这个世上，绝非偶然。注意这句话，咱来到这个世间，绝对不是偶然。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干那为着要做牧师，因为多数人拢不是牧师。但是人生无因为有做牧师甲无做牧师，咱就失去上帝祝福无。上帝无共款的恩赐，咱也无共款的十字架，但是同一种做耶稣学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体贴，按照这个世间来死，对世间最最享乐主义。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放下享乐主义。主对今仔日开始，我的人生不是干那假清用。主对今仔日对你来讲，对我来讲，我的人生不是干那追求享受，是追求真正的价值意义。
兄弟姊妹，这个2000年来耶稣的学生有真多是百年难得一见。德蕾莎修女是安尼，圣法兰西斯是安尼，咱喜乐保院的马喜乐女士也是安尼。虽然咱今仔日真多人拢咧继承喜乐阿嬷的工作，但是咱应该扪心自问：我做这工作，敢有耶稣的心？兄弟姊妹，咱的生活无一定有耶稣的心，但是对今仔开始会当有。愿主将这个祝福放伫咱的生命中。所以第二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对这个时刻开始到你一生的路尾，你常常去思考讲，我的生命是什么？兄弟姊妹，咱常常讲，在人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责任，那个叫做使命，对不？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伫人的需要的顶端看到我的责任，兄弟姊妹，使命嘛是安尼的意思啊。伫咱教会内底，咱若看到问题，恁拢会甲牧师讲，牧师，我看到什么问题？但是咱中间有几个人，你无问问题，你会去解决问题。咱的教会去了4个礼拜长，有真侪旧甲新的结合的所在有困难。有一日落大雨。忽然对咱的音响的迄个控制台下骹一片的水，新的礼拜堂无应该会漏水啊！大家都着惊，是什么人去发现的问题？是什么人去解决迄个问题？我甲恁品一下，我爬去厝顶甲遐顾好，我毋是甲恁讲恁牧师做熬啦。我爬去了才发现讲。旧的考察班顶悬有一个已经实力控高几啊年的所在脱胶。你们发现问题来告诉牧师，就是解决问题。但是这要不够，在人的需要上看到上帝的心意，这个叫做日记背诗给，对不对？兄弟姊妹，你开始问。什么是我的使命？你来到这间教会，若要做人客，永远欢迎你做人客。你会使无责任，你嘛会使唔免做啥物货，愿意，咱愿意。每一个人伫这个所在，拢享受一个幸福的团契的生活。但是兄弟姊妹，如果你若讲我唔是人客，我是基督徒，你应该找到你伫这间教会应该爱贡献、爱付出、爱学习、爱努力。耶稣无勉强人，但是邀请耶稣热切的邀请咱。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我的使命有几项代志，我袂当讲足深，因为讲足深会变做那就会上课。我著讲较济，有的人时间会无够，但是我将这字写出来，恁读去了，恁会当做伙想。使命有真侪象征性的意义，使命代表这种的邀请呼召，使命代表每一日的责任甲工作，使命嘛代表我人生的使命、积分甲荣耀。这几个字，每一项代志拢会当帮助你去找到你伫你人生中间真正。你的主张，因为上帝的主张，你的主张改变；因为上帝的邀请，你受邀请；因为上帝将伊的权能放伫你的手中，你就要无共款。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伊毋是讲耶稣物件，但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拢甲耶稣物有共款的关系。所以今仔日咱的真少礼拜是先读新约的经文，再读旧约的经文。但是今仔日咱的礼拜先读新约的经文，再读旧约的经文。因为新约这段经文，伫今仔日是主题的金句，旧约只不过是一个回应，这个耶稣物件。
旧约咧讲起摩西手举悬祈祷，遐歹人战争就失败。耶稣摩西手酸放落来，以色列人甲亚玛力人相杀，就一直输。这个意思咧讲起，耶上帝的管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的人生是得胜的人生。咱的人生若软正，咱无祈祷的事，咱的人生就无十字架的权能甲困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去思考。牧师要甲恁鼓励，恁少年的时阵的时间真重要。我即几日听到一个故事，我真感动。有个学生囡仔，当大家同学拢咧佚佗的时，伊嘛对咧佚佗。但是当恁是学生的时代，真侪恁的同学咧唱卡拉 OK、咧郊游、咧佚佗的时，我知影咱中间有人选择去图书馆，将大家在游戏的时间选择做读书跟搜寻。这就是十字架的选择。愿上帝祝福恁，你不是干那叫做教会的宝贝拿掉，恁真正叫做耶稣基督的宝贝。用耶稣的眼光看恁家己的人生，用耶稣的眼光看恁家己的人生，你们会在耶稣的身上看到真正的十字架。十字架会带来上帝的奥秘。在你祈祷的中间，十字架会凸显出上帝的一百个像。恁若会记得牧师捌带恁看过德蕾莎修女，伊伫灵修会的过程，伫火车头看到一个乞丐，真可怜的乞丐，伊真唔甘。后来对迄个时阵开始，逐摆人目睭刻刻咧祈祷的时，迄个乞丐的面拢变做耶稣的面。迄个乞丐甲伊讲：“修女，修女，我目肚做枵。”伊逐摆若祈祷的时，伊拢无法度袂记得人的需要。迄个乞丐的面变做耶稣的面，甲伊讲：“我的查某囝，我的查某囝，我真喙重。”十字架会彰显上帝伊的计划甲伊的旨意。马该讲：若无十字架，就无生命的免流。若无有使命，咱的人生就无精彩；若无有牺牲，就无得胜甲荣耀。遐你先莫想这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仰望耶稣。仰望的意思就是，当你仰望十字架时，你要亲像德蕾莎修女，你看到迄个十字架背后，上帝所彰显伊的计划甲伊的旨意。咱唔敢若羡慕德蕾莎修女，当伊咧看见迄个乞丐咧祈祷，迄个像变做耶稣的像，你讲上帝我爱无？咱若真正敬虔谦卑仰望的时，迄个十字架会讲话。十字架会对你讲话，愿你听到是牧师讲道讲无到的话，愿你听到是无人听到，但是独独上帝要对你讲的话。伊讲这个耶稣是看清羞辱，忍受苦难。这个耶稣是看，伊知影这不是羞辱，这不是见笑，这不是受苦。所以耶稣才甲彼得讲：“撒旦提起，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话。”去年我甲恁分享这段话，就是这个 Facebook 脸书的创办人。脸书的创办人受邀请到一间真美国足出名的哈佛大学。牧师甲恁讲这个话，是带恁去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呢。虽然咱伫草地，虽然咱无机会听到世界级的演讲，但是通过今仔日世界的媒体真多，咱也要听，咱会听到迄个宝贝的话。这个马克·祖克伯，伊对哈佛的学生将来要做美国的头人，
恁知哈佛、耶鲁、Princeton， 哦，这个常春藤的联盟，这个囡仔将来是美国中间的上少数的人，是将精英伫金字塔顶悬上悬的1%不够的这个人。但这个人影响全美国。伊甲伊讲什么？伊讲一个社会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空间。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就是伫教会中间创造一个思考，互人有一种什么？对伊的使命有一种的感动。A sense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到，今仔日这个12节对我讲什么话？有真侪人，伊个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对世界感觉足钝。迄叫做亚斯伯格症，有一个姓柯的人。兄弟姊妹，咱来做一个对真理敏感的人。教会甲上帝话存在最重要，就是创造一种会当鼓励人得到感动。也这你有常常感动吗？愿主的圣神进入你的生命中。使命代表2项，一项代表责任，一项代表任务。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咱有感受到主耶稣亲自将一个责任交予你。主耶稣将这群囡仔交予咱的教会。在座兄弟姊妹，咱有啥物人愿意来陪这个囡仔，做因的顾问，做因的帮助，做因的支持？听起来真严肃，但是这就是生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使命就是人生活的目的，使命就是人生活的意义。使命就是人生活的价值，使命就是人生活的初衷。一个无使命的人，伊的人生就是得过且过。一个有使命、有基督徒、有十字架的人，伊就要看见耶稣所讲的丰盛的画面。主甲咱三个弟弟，我问咱一句话，请问，长年以来，你在十字架上看到什么？咱做基督徒遮尔久，咱伫十字架顶悬看到啥？咱敢有伫人的需要顶悬看见咱的责任？咱敢有伫十字架顶悬看到上帝以尊贵的邀请？伊讲来。将你手中的5块饼2尾鱼交予我，主帮助咱，互咱的一情按上帝的心意，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伫基督的中间，将咱的一情来仰望，呼召咱，掌管咱的天顶摇花咱的上帝。真侪人看十字架最好笑，因遐基督徒做好笑的呢。看因的生活安尼主张，是看无的人感觉真好笑，但是看有的人就感觉，主啊，加在你里面我，因为以前我讲话嘛唔知通见效，我的生活嘛唔知通见效，总是因为主你的良善，我忽然恍然大悟，我才知影讲。其实我过去的生活是真懵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十字架的道理，伫得救的人，伊代表上帝的权能，甲上帝的尊贵。愿主对咱讲话。摩西开始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前，耶和华对摩西讲：“唔免惊，你去，我要将你应该讲的话。”将你要做的代志来支持你。上帝对恁讲唔免惊，虽然你要细汉无经验，但是上帝要将人生的财物放伫恁的人生的中间。恁若愈敬虔、仰望、相信上帝，
上帝要互恁真侪伊手中大大有权能的工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对先知耶利米讲：愿你替阮祈祷，愿你替阮祈祷，愿你的上帝指示我。兄弟姊妹，愿咱共同的上帝指示恁，行应该行的路，做应该做的事，讲应该讲的话。这是咱的教会伫旧年中间一篇的礼拜，伫向日葵学院要毕业之前，牧师所讲的讲道。行应该行的路，做应该做的事，讲应该讲的话，因为这是上帝伊的百姓应该有的态度。最后，牧师要鼓励恁，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十字架的故事。兄弟姊妹，摩西的故事，保罗的故事讲，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甲耶稣同顶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的故事，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拄则牧师甲咱讲的迄个摩西的故事，伫出埃及记17章。出埃及了后，过红海，摩西举起管互红海分开，当以色列人伫遐摇把叉、埋怨、责备，讲上帝带阮来到遮，摩西你带阮来到遮，也无肉通食，无水通啉，你要是要互阮死伫这个旷野嘛？摩西受气，举起管讲落，石头出水泉。啊，恁搭像咧看迄种科幻故事，美国队长，毋是。这个故事伫犹太人因后来咧读旧约的圣经中间有新的主张，因为因伫摩西的手中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高举伫十字架顶端，伊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得到拯救。犹太人才知影讲，当耶稣还未来之前，上帝有赏赐阮一个摩西，伊嘛是安尼来做。高举的意思就是将上帝的权能通过咱的信心。摩西所做，红海分开，石头出水泉，最要紧。高举的意思就是，互上帝的旨意成做我的旨意。兄弟姊妹，愿你的这个故事成做你的故事。有真侪人讲，上帝敢要伫咱遮，所以摩西真受气，所以伫迄个所在甲遐号名，一个叫做玛撒，一个叫做比利巴。伊来回应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所以摩西出去，也上帝管，征战好的征战。愿上帝互恁的人生甲摩西共款。高举主耶稣已经互你这支锁匙，高举主耶稣所互你这支责任的十字架，高举主耶稣所互你这个有计划伫你的人生中间的使命。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摩西什么时阵举手，什么时阵就得胜；基督徒什么时阵高举耶稣的十字架，什么时阵就享受主甲咱同在，以马内利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愿你伫阮中间祝福阮的囡仔。因为过来这个礼拜，要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这毋是一项简单的事，但是阮看见阮的囡仔，因为这种的奉献的心，因为这种努力的态度，所以阮将阮的囡仔献予你，亲像阿伯来喊，带以撒来到你，何烈山的顶端，主愿你接纳阮的囡仔因的奉献。也愿主耶稣你将十字架的权柄放伫因的心上。主耶稣，互阮今仔听讲道，听上帝你话语，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愿你甲阮撒甲地地，互十字架的故事成做阮的故事，互阮的人生嘛成做一篇也十字架的故事。感谢你赏赐阮一个信仰的大家庭，你伫阮中间掌管。感谢学到你的生命，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